镜头锁等来台湾，来看台北市长郭文铁，搁较无一个月就要卸任，讲搁出来甲议会相对决咯。因为台北市政府针对警察局所规划的录影监视器的预算案，提出着复议复议，结果去互议会来否决，来甲否决。郭文铁是真气愤，讲议会提出的弹书根本就是咧独立财团，是财团来交给着议会，诈领着国家的钱。郭文铁再去开记者会，气噗噗来痛骂讲，我拢也未落台咧，这个民进党甲国民党就联手污钱。柯文哲还没下台，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污钱了。台北市长郭文铁面色青顺顺，国民党、民进党做会面，原因是台北市议会原本通过明年度警察局规划4亿6200万录影监视器的预算。按照市府原本的规划，运输宽频2米界有1035支监视器，3米界有443支，拢是使用200万画素的监视器。不过市议会通过预算的时有设条件，要求有3米界宽频的增加200万画素的监视器，2米界增设100万画素的摄影机，才会当用这条钱。不过市府认为这是变相咧要求全部拢要用3米界的宽频，安尼会增加真侪网络运输的费用。我知道你们法律程序走完了，我现在没有你办，我直接诉诸民意。我们不允许这种财团勾结议会来榨取国家的钱，我不同意。郭文铁认为实行有困难，而且指控独立厂商在1月21日提交市议会复议，所无任何议员愿意出声支持市府的提案，挑战失败，去甲开记者会。不过市议员批评这根本是郭文铁的场。任何情绪上的宣泄，我认为毫无意义啊！他在累积他2024要竞选总统的一些声量。随便指控几十个议员复议不成。然后呢，就污蔑议会。那这个炮火全部拢向准郭文铁，强调这案伫市议会已经通过各种程序，才达成决议。郭文铁伫卸任进前，搁一摆和市议会对写，恐惊的审判有一个欢喜的结束。